你是不是也听过这样的话？年纪大了千万别碰香蕉。老人家都说，相较时软骨三，越迟推脚越美丽。还这个可以话好一把，神给吃坏掉很多人，特别是我们这个年纪的朋友，对相较是又爱又怕，想吃却又伸不出手。看到家里人买，甚至害他要全族寄居，生怕这一口就成了压垮健康的最后一根稻草。但今天我就要站在这里，用科学、用事实，告诉你一个足以颠覆你认知的事情。这个说法根本就是一个骇人听闻的巨大谎言。在今天的影片里，我不仅要彻底为想教洗清冤屈，告诉你它对我们中老年朋友真正的惊人好处，更重要的是，我会为你揭露出那4种真正需要我们警惕的水果杀手。他们可能正在深不知归不觉地掏空你的健康，而你可能还把它当成养生生品。最后，我还会送给你2款经过科学验证的长寿黄金果，教你如何吃对水果，轻松收护我们的心血管。先等一下，在进入主题前，如果您关心自己的健康，请先电选定阅见并开启通知。如果您正观看这段影片也感同身受，请在留言去输入1。若您也受类似疾病的困扰，请在留言区留言，我将尽力恢复您的问题。为什么大家会这么害怕香蕉？我分析了一下，主要有3个原因。老祖宗传下来的观念说，香蕉性寒对筋骨不好。这个说法在传统养生里有它的道理，但我们必须知道，任何事物的成都要结合2盒个人体质来看。你如果一天吃上期8根，那别说香蕉了，你就是喝水都能喝出问题来。现代医学带来的一个半吊自治时，说香蕉高价上升，这个说法更是让无数肾脏功能稍微有点问题的朋友，把香蕉拉进了黑名单。镓确实需要肾脏来代谢，但这个上升的罪名，香蕉背的实在是太冤枉了。以传讹的软骨3说法，说香蕉会让骨头变软，这完全是误极之谈。那真相到底是什么？让我们用科学的放大镜，一五一十地把它看清楚。香蕉的逆袭，被误解的湖心拍边快乐果。首先，我们来说这个让人闻紫色变的沙加。朋友们，对于我们就是说举起来10以上的中老年人来说，加菲丹不是敌人，反而是我们心血管的救命恩人。医学研究早就发现，充足的镓元素可以帮助我们的身体排出多余的钠。钠是什么？就是我们平常吃盐的主要成分，是导致高血压的头号元凶。镓就像一个勤劳的血压调节法，你身体里的钠多了，它就帮忙排出去一点，让你的血管压力不会那么大。所以适量补充镓，对维持血压稳定、预防心肌心慌，甚至降低中风风险，都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。一根中等大小的香蕉，含镓量大约在400毫克左右，这对于我们一天2000至3000毫克的需求来说，是多么有之
有安全的补充来源，我认识一位王伯伯，今年72岁，有轻微的高血压。他之前就是听信了谣言，好几年都不敢碰橡胶。结果呢，血压控制的不理想，还常常因为排便不畅而烦恼。要吃的他只要偷。后来在他的家庭医生建议下，他开始每天吃半根香蕉。你猜怎么住？不到1个月，他跑来跟我说，现在每天上厕所顺畅的不得了，感觉整个人的精神头都好了。去量血压也发现比以前稳定多了。他现在逢人就说，那个说香蕉不好的真是海斯人。你看，这就是科学的力量。香蕉里的镓对绝大多数人来说就是心脏的守护神。接着我们再谈谈香蕉的第二个惊人好处，它是我们肠道的超级推粉机。便秘是我们很多种老年朋友说不出口的痛，肚子胀排不出，费尽力气，不仅身体难受，还会让血压飙升，非常危险。香蕉里有什么？有丰富的鳝，是纤维，特别是果胶。这果胶进入我们的肠道后，就像一块吸满了水的海绵，能软化我们感应的粪便，让它更容易被排出来。同时，这些膳食纤维还能刺激肠道软动，就像给停工的肠道加了润滑油，缓拍了个工头，在后面使劲推。所以，如果你有排便的困扰，与其去吃那些刺激性的血药，不如试试每天1根手头的香蕉，温和又有效。最后，香蕉还是我们的快乐能量棒，你知道吗？我们大脑里有一种叫血清素的东西，它能让我们感到快乐、放松，睡得更香。如果血清素水平低了，人就容易焦虑、抑郁、失眠。而像胶里就富含制造血清素的2种重要元了：卫生、素 B6 和色氨酸。心情不好的时候吃1根香蕉，它能从生理上帮助我们的大脑分泌快乐，这可比胡思乱想要管用得多。讲到这里，我想大家应该都明白啥了先吧。香蕉对于绝大多数中老年朋友来说，是温血压、通肠道、抗忧郁3大功效于一身的超级水果。那什么人真的要小心呢？我必须负责任的告诉大家，只有一种人，那就是被医生明确诊断为末期肾脏病，并且已经出现高血钾症状的患者，因为他们的肾脏确实已经没有能力去处理多余的钾了。但这种情况是极端少数，而且如果你真的到了这个阶段，你的医生一定会给你一份详细的饮食禁忌清单，绝不只是香蕉而已。所以请大家不要再用这种极端个例来控下我们99%的健康人群了。好，既然香蕉的园区我们已经彻底洗清了，那接下来请大家打72万分的精神，因为我要开始点名了。这4种潜伏在我们身边的水果杀手，很多人几乎天天都在吃，却完全不知道他们的危险。餐桌上的水果杀手，你家肯定有，却不知其害。首先，第一好杀手就是像天有人的芒果，甜蜜的皮肤过敏源。芒果好吃啊，我知道
但它的问题出在哪里？因为首先是过敏，很多人都有芒果罪经验，吃完芒果嘴巴一圈又红又痒，甚至肿起来。这是因为芒果的过皮和过肉连接处和有一种叫做气酚的物质，这和有毒的起树里的成分是同一种。对于过敏体质的人来说，这简直就是灾难。它不止引发皮肤痒，严重起来还可能导致荨麻疹，甚至后头睡中、呼吸困难。如果说国民患只是部分人的问题，那芒果的第二个问题就关乎我们每一个人了，尤其是血糖偏高的朋友，那就是高糖芒果的升糖指数GI 值高达50到70，属于中高升糖水果，它的含糖量非常惊人。吃下一大块芒果，你的血糖就想坐上了运消费车，瞬间飙升。这对于我们日间脆弱的一道 B 细胞来说，是多么沉重的负担。我打个比方，你和一杯市面上的芒果冰沙摄入的糖分，可能就相当于一口气吃下了20颗仿糖。你觉得我们的身体环境得起这样的冲击吗？所以如果你有糖尿病，或者处在糖尿病前期，芒果真的要浅尝辄止，甚至敬而远之。如果说芒果的危险还只是针对特定体质和血糖有问题的人，那么接下来我要说的这第二种，可以说是对我们所有中老年朋友的钱包和血管发起了双重攻击。它就是榴莲，水果之王，看似高热量的脂肪炸弹。榴莲为什么那么想弄？因为它里面不只有糖，还插有大量的脂肪。我们来看资料，美亚咪西百科，榴莲热量高，达117大卡。这是什么概念？你吃下200克，也就是差不多量3瓣。榴莲摄入的热量就等于结结实实的吃下了一大碗白米饭，而且它不只是热量高，还是高糖、高脂肪的双高选手。你把它吃下去会发生什么？大量的糖分和脂肪瞬间涌入你的血液，你的血糖和血脂水平会立刻拉相警报。这对于有三高问题或者体重超标的朋友来说，简直是雪上加霜。他回答大家，中我们肝脏的代谢负担，长期吃肥胖、脂肪肝、心血管疾病都可能吵上门来。我把它比喻成什么？就是抱着水果外衣的奶油蛋糕。你觉得好吃，觉得滋补，实际上是在往你的血管里堆积垃圾。更有一些医学警告之处，吃榴莲时如果大量饮酒，可能引发雷霜硫仑反应。虽然相关的研究仍在进行中，但为安全起见，我们最好还是避免同事。所以这个水果之王的宝座，我们还是让他自己做主吧，别轻易去碰。接下来第3号杀手是一种看起来晴天无海却暗藏凶机的水果，它是引发低血糖的甜蜜陷阱。Sausage 插入一颗荔枝散把火，这说的是它上火，但比上火更可怕的是一种叫做荔枝病的急症。很多人不理解，荔枝明明那么甜，糖分那么高，怎么会引发的血糖呢？我用最简单的话给你解释。荔枝里面含有一种特殊的氨基酸，它会抑制我们身体自己生产葡萄糖。同时，荔枝里超高的果糖呢，
又会疯狂的刺激我们的胰脏，让它拼命分泌胰岛素，这一边自己生产糖的路被都住了，那一边将血糖的胰岛素又在大军压紧，结果会怎样？我们的血糖就会短压时的暴跌，出现头晕、心悸、脸色苍白、全身出冷汗，严重的话甚至会抽搐、昏迷、危及生命。这种反应性的血糖，对于我们中老年人来说尤其危险，特别是对儿童和体弱者来说，风险更高。因为我们的身体调节能力本来就在下降，什么时候最容易发生？就是空腹的时候。所以，请你一定要记住，离职绝对不能空腹吃，而且一次绝对不能吃太多。这个甜蜜的陷阱真的会杀人于无形。听到这里，大家可能心里有点发毛了，先别紧张。我们了解这些风险，不是为了让你什么水果都不敢吃，而是要学会当一个聪明的食客，懂得避开那些隐藏的雷区。接下来我要说的这最后一个，才是真正需要我们所有人，尤其是正在服药的朋友，可在脑子里的头号。劲爆，它就是葡萄柚，药物的银行放大器。请抄，以我这里说的葡萄柚，也包括它的近亲，比如西柚。为什么它最危险？因为它不直接伤害你的身体，而是透过和你吃的药发生反应，来造成致命的后果。我们的肝脏里有一种非常重要的酵素，叫做细胞色素 P4、CYP、C4。你可以把它想象成身体里的药物分解工厂。我们吃下去的很多药都需要这个工厂来分解代谢掉。但葡萄柚里含有一种叫做南响斗素 Furanocoumarins 的恐怖成分。它进入身体后，会把这个药物分解工厂给关停。工厂一关停，会发生什么？你吃下去的药分解不了，代谢不掉，就会在你的血液里越积越多，浓度越来越高。我给你打个触目惊心的比方，你明明支持了一颗奖血压药，但因为你同时吃了葡萄柚，这个药在体内的浓度可能会变成5克，甚至10克的量。你想象这是多么恐怖的事情？那些药最危险？太多了。我们中老年人最常吃的几大类，几乎全部中着降血脂的他汀类药物。吃了葡萄，有可能导致肌肉溶解、急性神衰竭、将血压的钙离子阻断机。例如，吃了葡萄有可能导致血压过低、休克。含有很多安眠药、抗心颅不正的药，免疫抑制剂都会受到严重影响。这已经不是危言耸听，而是全球无数医学专家和药师反复警告的永药谨记。它带来的后果不是上货国民那么简单，而是直接的干身损伤，甚至是死亡。所以我在这里要用最严肃的语气告诉每一位正在服药的朋友，葡萄柚以及含有葡萄柚成分的果汁、保健品，请你把它彻底拉黑。在你不确定的时候，吃任何水果前都去问一下你的医生或药师，一句话的事情就能救自己一命。黄金双果，守护健康，告别水果恐惧。好了，揭露了这么多危险分子，大家是不是觉得水果篮里的水果
瞬间都不安全了。别担心，别焦虑，大自然是公平的，它在制造了这些地雷的同时，也为我们准备了安全又高效的健康卫士。接下来，我就要隆重推荐这2大黄金水果，让你吃得安心，吃出健康。第一款黄金果，就是外表毛茸茸、内心绿油油的奇异果，也就是猕猴桃，我称它为维他命 C 之王与血糖纹亚奇。为什么这么说？首先，它的维生素含量高的惊人，你知道吗？一颗小小的奇异果，维他命含量就能达到柠檬的3倍，柑橘的5倍。维他命 C 是什么？它是我们免疫系统的黄金开家，能帮助我们抵抗病毒，预防感冒。它还是强大的抗氧化剂，能清除体内的自由基，保护我们的血管不被氧化变脆、延缓衰老。更厉害的是，奇异果对于我们这些需要空血糖的朋友来说，简直是天赐的礼物。它的升糖指数 GI 值非常低，只有30多，属于典型的低升糖水果。吃下去后，血糖是还蛮平稳的上升，完全不会想吃芒果那样造成血糖害笑。而且科学家还发现，奇亚果里都有的一种奇异果酵素，能够帮助我们分解式物中的蛋白质，减轻肠胃的消化负担。所以如果你想补充维生素，又担心血糖问题，奇异果绝对是你的不二之选。当然，如果你的肠胃比较敏感，觉得它有点酸，可以选择瘦一点的黄金奇异果，口感更甜，刺激量也更小。第2款黄金果就是我们最熟悉的老朋友苹果，他是当之无愧的肠道医生与心血管卫师。1天1苹果，医生愿力我。这句话我们从小听到大，但你真的知道它为什么这么神奇吗？科学的解释在于苹果里的一种宝贝——果胶。果胶是一种水溶性膳食纤维，它进入我们的肠道之后，会做2件大事。第一，它像一块强力的吸水海绵，在吸收水分、软化粪便的同时，还会把肠道里多余的幼质、坏蛋固醇以及一些毒素通通吸附包裹起来，然后随着粪便一起排出体外。所以这个过程就像给你的肠道和血管做了一次深度打扫处。第二，果胶还是我们肠道里好菌最爱吃的食物，它能帮助益生菌生长繁殖，维持肠道菌群的平衡。肠道菌群健康了，我们的消化能力、免疫能力，甚至情绪都会得到极大的改善。除此之外，苹果里还含有丰富的苹果多酚，这是一种强大的抗氧化物质，对于保护性血管与防动脉硬化也有助明确的益处。你看，无论是危险的水果，还是推荐的水果，它们的特性都不同。这就再次印证了我们今天的主题：吃东西一定要看人、看情况，不能听风就食欲，结余只会选择掌握健康主权。好了，今天我们一起进行了一场关于水果的深度探索之路。让我们来快速回顾一下今天的核心重点。
首先，我们微香蕉平反了对于绝大多数朋友，他问血压、通肠道是不可多得的营养黄金帮。其次，我们就出了4大危险水果：高糖以国民的芒果、高热量、高脂肪的榴莲，可能引发知名低血糖的理智，以及会和药物发生恐怖反应的葡萄柚。这4种，请你一定要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谨慎对待，尤其是葡萄柚。最后，我们找到了2大安全有高效的健康喂食：富含维他命 C、稳定戒糖的奇异果，以及守护肠道核心血管的苹果。其实，我想透过今天的分享，告诉大家一个最重要的健康智慧：世界上没有绝对坏的食物，只有不懂得如何吃的我们。任何健康知识都不能一刀切，不能盲从药眼。最重要的是了解自己的身体，学会因人而异、因病而异的去选择。你的身体才是最高明的医生。你的知识就是保护自己的最强武器。从今天起，让我们都行动起来，把这些真正科学的健康知识分享给你最关心的家人和朋友。让我们一起打破那些害人的饮食谣言，用智慧去选择我们吃下的每一口食物。愿你我都能成为自己健康的主人。祝福每一位朋友都能吃出健康，活出长寿，活出精彩。